今仔日游玩是四界去上线顶的台语课。上课的时阵啊，若是认真的考试，因的台语会较好势，而且讲者嘛会专程使用台语来讲课。若其他的课我就无啥确定。昨昏就第一教翁有看唐立奇伊的一个直播的影片，有看到一个来宾伊安怎咧？伊就是会当调整伊的频率，变做伊的做厉害、做厚的灵魂，就是无共款空间的家己。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第一灵性方面诚厚，迄个灵魂，伊就变做讲去做一个接触，一个交通，一个沟通。尾仔就有看讲伊讲一寡宇宙的道理，亲像伊的做厚的即个灵魂有讲。伊看人类，因为因是无肉体、无肉身，因着看咱若亲像讲学生囡仔，就无可能搁爱学习。毋过伊袂用即种看人类宝典的即种眼光，就若亲像讲咱看着。拄仔学台语的人，也无就是幼稚园的囡仔，咱就会知影讲这是一种阶段，袂用即种这囡仔怎会啥物拢毋捌，较袂安尼去甲大人比较，这做厚的灵魂又讲，对因来讲是无时间即种概念。伊嘛是讲会当甲这宇宙即个频率下的人，周率下的人，拢会当做一个沟通。若讲是无时间即种概念，对因来讲，过去、即马、未来拢是看会到的，拢是囥伫遐在因看的。这就若亲像讲，咱人除了未来毋知影尔。毋过咱若讲出社会，迄个记忆，甲做囡仔时代的记忆，其实对咱来讲，拢是共款，共款第一存在。毋免讲，我若想要去想去10年前的代志，我着爱为20当前安尼豆豆仔说，毋免啊。我随时嘛会当想要想起迄当阵的记忆，就随想就有啊。咱的想法，想法其实就是遐厉害的物件。毋过咧，咱的目睭看着目前看着即个实体物件，就会想讲，若爱好物就爱用钱去买，就是做物质的物件。若讲想要有一寡大家会想要听咱讲话，咱就看重讲，可能爱有学问，爱有一寡权威，爱去做教授。咱看到拢是即个社会甲咱讲的，照咱的共识去生存。毋过，就无人讲即个人能量伊的周率调整甲偌好，就算伊是一个看起来囡仔屁，伊的周率
足强的，有可能会吸引真侪人会用心看待这个人。咱袂去强调即种观念，因为咱对精神，咱对思想较无看重，想讲，迄就无法度换钱转来。咱对待会当换搁较侪钱，这代志，看较重，价值，就是讲咱的价值，就是伫讲有法度趁搁较侪钱转来。所以讲台语就变做无价值。若讲今仔人文字语，会互一个人的话剧，真变做讲，比一般人搁较悬。安尼，大家就会注重讲爱去学一个会当互你心水，互你话剧搁较悬的头路。袂讲学一个什物非洲的语言啦，毋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讲学了即个物件了后，学即个物件了后，学即个物件了后，有法度互你搁较趁转来，就是咱用一种趁钱的观念、交换的观念、投资的观念去想办项代志。当然，这就变做讲我家己爱去甲人无共款。若是讲要甲人共款，安尼嘛会使，有可能会愈有安全感。是安怎讲呢？就是别人安尼想，你对别人，你对人，共款的做法，你就想讲安尼上安全，你嘛袂讲后悔。就是若要食饭，就有上加减嘛有一喙饭通好食。因为着甲别人做共款的代志，这嘛是一种惯势，就是讲，咱细汉学生囡仔的时阵，大家伫读册、伫考试，伫听先生的话，咱若讲对因共款的做，毋是讲拢无爱听话，这个先生讲当我着做师。咱拢是安尼来的，嘛看到有一寡好处，变做讲咱即摆的思考嘛共款，就会去找讲，较妥当的人，去看伊的建议，听照伊的话去做，着嘛是会安尼。阮即摆就是讲。去改变我的思想，安尼嘛会当，互我写册会当写甲，因为写册嘛是一种思想，去甲伊整理组织，甲伊留一寡记录，而且嘛是一个装读的方式，互大家甲伊看做一个故事。实际上有可能是。读到的是即个作者的思想，是一个精神的交流。我想讲，第一思想，思想其实会当好好去思考真侪物件，无亲像以早想讲这就是无效的啊！你爱想遐济，尾仔嘛是无路用。咱拢出社会了后，就开始转变思考，就是讲爱会晓去想撇步，互家己的话剧搁较侪的撇步。咱拢会放弃思想这项代志。毋过即摆就是讲，这社会有无共款的。无共款较多元的即种空间，
无通亲像以早就爱一模一样无法度讲做家己即马是有即个空间，就尽量讲做甲别人无共款嘛，毋免惊吓，就是一种安全感。相信讲一切拢是安排好势，毋免去惊讲是毋是惊岔路啊，惊骗啊。这拢是一种无安全感的一种造成的拢是无安全感造成真侪问题。过来就是讲，就是讲哪学哪欢喜，哪加练即个罗马拼音我是较含慢，嘛无直接伫使用毋过这拢会当累积会使愈来愈厉害。就若亲像讲台语的词嘛有愈讲愈济，有可能就无像以早安尼，讲一句话就讲一段话就卡较袂安尼。你讲到偌好，这偌标准，这就嘛不要紧啊。若是讲即马这社会台语毋免讲伤好，其实大家拢会拢担头袂像以早。古早时有可能台人台语拢讲啊下叫像我安尼讲啊无啥好势。就替人安尼问啊，毋过即马大家拢讲无啥好势我阁会当排头名，就是讲毋免失志，毋免失志毋免失志。就是若讲加听加创作对我来讲是欢喜的代志，就毋免定定用即种社会思考的方式。就是少数啦，若讲即个甲查甫也是甲查某做伙，即种少数是讲就袂讲去加想，袂讲怨叹，较袂去伫遐怨叹啥物话袂。毋过即个台语的话，当然就是讲。拄接触台语的台湾人，甲外国人无共。外国人就袂去有一种跳压逼的即种做逼情做互人打压即种想法外国人就无啦，伊就足单纯，就是好耍，伊就去学。毋过台湾人就是讲的人无济少数伫讲伫注重的人，阁充满迄种惊吓惊讲无人讲会安怎即种思想当然就是爱对我来讲爱去转换，就是讲家想做讲。安尼我讲较稀奇别人较会讲这有人伫遐讲，而且人数嘛会较少。你若想讲一个做实行英文若讲伊开一个群组内底有可能100几个人，你连一句话拢无法度讲。毋过台语。就人数无济，安尼凊彩嘛有机会发言凊彩嘛嘛是讲人少嘛有人少的好处莫一直想讲足惊，这就是一种无安全感的即种想法咱思想有替早前即个。教育来影响啥物拢爱5,000年土地拢爱大
即个全国诶人口可能爱几亿这就是即马想法会替限制像讲新闻要报，就会强调讲即个影片几万人伫看就变做这拢是在影响讲我诶思想。我就想讲，足侪人去看是原来是好代志因为你去台拢是安尼用即种方式来去洗脑足侪人要伊的就会当上新闻，新闻阁强调即个数字，就是安尼，无人会去讲啥物快乐即种较精神方面的、较思想方面的代志，较无人伫讲。我想就是，我家己的想法若讲转变了后，这收入有可能嘛会甲别人较无共有可能，我家己较厚的家己的灵魂就会有法度讲甲我对话即种对话当然嘛是讲会使互家己就是一种进步，无大概拢是无进步逐工拢是话记偌济投资趁偌济支持啥物倒一党这实在嘛是互人会想袂开啦，拢想足济，想甲替啥物政党来紧张，这拢是无法度互家己真自由迄自由就会变做会变艰苦较济足够艰苦的就是尽量去学习学习一寡自由互家己较自在、较自由较有安全感，就是安尼希望家己会当豆豆会当做较到就是安尼。